那家己梅山是伫8月初5出现家己头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，虽讲家己县有赶紧启动化学防治措施，但过尾伫德家乡也是发现新增加2例，即马家己各共一共有5例。家己县政府有整合相关的单位，赶紧召开应变会议，希望天狗节的疫情唔通阁继续拖。消毒人员伫传出天狗节案例社区转药啊，要来阻挡天狗节疫情。家己县为8月初5到今，累计有5例天狗节病例。初七下晡，家己县政府整合卫生、环保、警政相关单位，召开防治天狗节的应变会议。因为白线暴露会比较远，至少这100公尺，这些蚊子它可能超过100公尺的，也有可能会占了2成嘛。但是至少你这100公尺你不喷，蚊子就终身会带病毒。发生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啊，马上做紧急的处理。那整个包括乡镇公所、那梅山跟竹崎，那一起来啊，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。家己县的梅山乡初5传出家己县第1例本土天狗节病例，经过卫生单位的快筛了后，伫梅山乡、有德家乡陆续发现天狗节病例。为着要来阻挡天狗节愈传愈严重，清消人员这几天嘛到病例的厝内甲社区来转药啊。迄个高溪乡哦，迄个登革热非常严重啦吼。啊，咱都梅山吼，咱有工人去遐做工课吼，啊是去传染着吼。啊，咱梅山目前有3个病例吼。家己县卫生局表示，即阵啊山区常常拢会落雨，会积水的物件甲水一定要倒掉倒卡，较袂来生蠓虫。若是出现发烧、头痛、筋骨酸痛的状况，嘛要赶紧去互医生看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